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3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甚物新闻重点。艺人严阿伦涉嫌违反未成年的意愿，发生性行为，佮偷翕私密影片，不由对去大所在搜查，伊嘛要去地检署复审。立仁高中禁止学生谈恋爱，若无特别记过处分，互学生去投诉，校方归回讲无下禁令，只是咧宣导。最近伫咧小琉球有游客去耍海上独木船，结果有8只无细致走入去船帮的海航道，险要发生意外，真危险。新闻头起先来看艺人严阿伦，前一阵仔逼出涉嫌违反未成年的意愿，发生性行为，佮偷翕私密影片漏泄出去。今仔日严阿伦已经和律师去到案说明，检察官嘛指挥妇幼队去伊住的所在搜查，那像嘛有查到手机来查证。接落来，严阿伦嘛要去士林地检署复审。大地媒体就伫建桥外口，早起10点，台北市建桥的警方车开入去停车场，车顶载是艺人严阿伦甲随行律师。中道过了后，严阿伦行出建桥。刚刚要道歉吗？大部分的时间是伫提醒媒体小心行路，敢若互人问到是毋是毋若牵涉到这个案的时阵，应这句话。叫外界卖乱药。严阿伦离开建桥了后，配合检警，登去士林主题执行搜查。伊行入去厝内，无回答问题。根据了解，警方甲严阿伦拢伫大个所在，也好亲像有查扣手机啊。警方强调，专案由检察官指挥侦办，真正伫建桥制作笔录是为了解被害人报案的时阵所提起的犯罪事证。我们针对那个被害人他所供称的一些加害人的一些犯罪事证，我们来进行后续的了解。那至于说那个罪名的部分这个我们要请示检察官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来做后续的移送。专案是严阿伦伫网络名人姚路16岁时阵，甲交往，涉嫌违反对方的意愿发生性行为，佫涉嫌伫对方拒绝了后，也是翕私密影像，并造成影片外流，恐惊涉犯儿少性剥夺防制条例这个罪嫌。国家姚路已经伫6月底报案，专案进入司法程序。除了严阿伦到案，警方嘛搜查伊的主体顶地点，一定主体搜查完，严阿伦会移往士林地检署复审。记者综合报道。性骚扰的案件继续在逼，有一位伫真济间大学教课的美术教授，嘛，互人指控借艺术的名义，要甲查某学生性骚扰，佮要翕因无穿衫的相片。立委是要求教育部爱设立受害者的申诉专线，爱扩大来调查。看着我，他说：“你不是性感，你是可爱。”你是需要被珍藏在玻璃柜里面的可爱。讲家己遭到性骚扰的行为，被害者真痛苦，伊伫立委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出面指控一个捌伫台湾师大台中教育大校顶学校美术系教册谢成教授，借艺术翕相练习人体画图为理由，性骚扰女学生，连陪伴伊到场的朋友也受害。一起参与的朋友，他就说：“你才是性感，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裸体被拍？”我当下其实也是很傻眼，不断的游说要不要裸拍，甚至不用再进出厕所换装，直接在拍摄的现场换装就好。对，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的不尊重一个人。10几年、20年、30年，这个学校里头，这个体制里头，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发现这个事情吗？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人会听到任何耳语而知道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协助吗？在场的专家认为，这位老师性骚扰的被害者真多，大部分拢唔敢讲出来，希望因勇敢站出来。主动联系这位毕业的校友，按照程序要召开性平会，相关的被害人的话，疑似被害人的话，请他提供，本校也会依据相关的程序来进行处理。他有提供给我们几位。对了，台中教育大学要进行性平调查，台湾师大也发出声明，强调谢成教授我伫学校教3年，目前已经完成校安通报，还未发现勘查代志，是伫学校发生。然后台湾师大被害者应随时提出检举，协助立委要求教育部应该成立专线，提供受害者申诉，而且扩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立仁高中禁止学生之间谈恋爱，佮讲男女若牵手小揽，就违反校规，爱记过处分。佮讲这是犯着刑法，黑白讲来吓学生的。甚至伫咧学生去投诉了后，学校佮伫咧学校放送威胁这个学生。毋过针对这个争议，学校是讲无这个实施禁令的事实，只是咧宣导要保护学生尔。
台中私人立前高中有学生向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投诉，学校实施禁爱令。学校伫5月底的调会透过广播宣导，只要学校发现有学生有男女之间的互动行为，甚至是牵手，都会要求写反省单，也可能会记过。那学生事后也及时遭到学校以广播方式呛声。明显是曲解法规的规定，竟然在学期末的时候，主任要透过公共的广播要求说，学生你应该要来办公室跟我直球对决。青民协指出，二中高中已经明显违反教育部的学生总体规定，对学校这款的做法，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学生会做的还是会去做，你变成你限制成这样，只会造成学生更反弹嘛？其实是可以用引导的方式，可能胜过于直接禁止会更好。青民协认为，有真侪学生和学校定调的，身心承受真大压力。学校安怎会当知影投诉学生的身份？教育部甲台中市教育局都应该讲清楚。会再一次的函发给学校的主管机关，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督导学校，那并且呢，请主管机关确实查处学校处置的一个适法性。二中高中出面解释，学校并无实施禁爱令广播，也只是宣导男女互动的分际，佮提醒学生拄着困难会当透过管道向学校寻求协助。学校目前没有这种校规，如果比较常属于常态性的接触，或者是比较逾矩的话，就是会有家长这边来做理解。学校强调相关措施是徛伫保护学生的立场，并不是引起对立。教育部表示，会要求台中市教育局加强督导学校，若有涉及行政违失，都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通勤月票 T-Pass 为7月初1开始使用，今仔日是头一个上班日。虽然伫咧台北捷运人阵是算正顺，不过伫咧台铁的车头、台中捷运这寡所在，民众唔知影爱用专用的通道，所以拢踢做伙。另外，针对共享机车未来敢会当用 T-Pass 来使用，交通部是强调爱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尖峰之间，人真侪 T-Pass 正式上路，拄着拜日第一个上班日，台北捷运整体来讲拢真顺利。上路了后，到拜二早起8点，北捷使用 T-Pass 次数有将近34万遍。对于居住比较远的地方的乘客来说，它会非常方便。有用桃捷或是火车的人，应该就会省蛮多的。反倒都来代替台中捷运甲机场捷运，因为票证系统也无建立完成，民众爱先行 T-Pass 专用通道，到底要行倒一个出口，常常有人无傻傻。另外，民众需要临柜前申请将钱放伫内底。基隆市长贾国良也希望未来应推出自动将钱放伫内底的功能。希望跟交通部一起研商，如何未来可以做到自动储值。不过，先让这个月票上路，先让民众习惯。像机捷哈，像台中捷运哈，这个部分他们还包括我们台铁都是这个专用的通道。那我们预计是希望在年底哈，把所有的各个闸门都把它建立好。年底之前开放代替全部出入口拢应通过，也希望促进员工消费。总统串门透早也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等人去记者来巡视。串门表示，若通勤负担低，民众都应扩大居住的选择，给大家带来一个生活的减压。那么，尤其是通勤族的减压。台铁产业工会是指出，台铁上路问题真多，亲像车长的总机无法度辨别旅客悠卡是毋是设定 T-Pass， 若查无入站的记录，到底是毋是爱补票，是毋是正做倒票？王国才表示，若政策无问题，未来就会继续。另外，共享机车未来是毋是加入来，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央搁再推出300亿扩大补贴税厝，而且有放零条件，只要满18岁有税厝就会当申请。若是进前捌申请过的民众，慢慢搁再办一届，中央会直接拨钱入去口座内底。另外，高雄市府嘛有利用扣囤房税钱来针对有囡仔甲弱势族群加补贴厝税。甲相关的资料摕伫手里，再来交互工作人员看敢有漏交的。
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初三搁一届开放申请。透早营建署门口都未少民众来排队要办理。超过65岁了，你的钱是比较少，都2万多块。但是最便宜的1万1，是班数会很大。温有会嘛，又没有赚钱，有租政府这种政策的话是非常好。这届租金补贴唔但简化租厝申请的条件，嘛放定下用的对象，只要满18岁要租厝的人都会当申请。新的住户是随到随办，旧的住户唔免阁申请。租厝契约免厝主的身份证号码，中央拨款直接入口做，无细节甲地政资料会当用册格的方式来处理。另外，高雄嘛增加开办幼儿租金补贴，甲正业租金补贴。如果有一位12岁以下的子女的话，那就是等于说加码再给4000元。如果是2名的话，那就是加码8000。那3名以上的话就是1万2。如果是4.3以上一直到这个5万以下的话，那这个区间市府这边也有加码。高雄市都发局表示，这届是运用囤房税增加开补贴，目前已经伫领300亿租金补贴的民众，唔免阁提出申请，会由内政部去年的资料带入。若新的申请户会当用网络、邮局寄甲现场申请这3种方式。若幼儿租金补贴，只要是中央300亿扩大租金补贴的核定户，都发局嘛会主动通知，卡入拨款。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热人有真侪人爱去耍水。不过安全的问题也是爱顾。最近伫小琉球有游客去耍海上独木船，结果有8只就安尼无细致走入去船帮的航道，实在真危险。另外，嘛有家长带囡仔去海边耍水，结果伫咧海上的浮球警戒线顶悬有生足侪节仔，害囡仔去刮着伤。东游线交通船驶伫海边，船的岛边所奇怪情形，详细一看是鱼排拖一排的柴壳船，竟然有8只。伫船只来去去的航道，实在是真危险。上面全部坐满人，然后我有听到游客的尖叫声，我说奇怪，这是河华吗？海巡队表示，风险将柴壳船带入航道，鱼排出动来游。不过最近游客真侪小琉球，四界拢是人，已经发生几摆柴壳船或者是 SUP 侵入航道。偏管处提醒，若水上业者违法伫管制航道营业，照发电管讲条例相关应罚70万。游客选水上活动也确保自身安全。有独木舟要全岛绕行的活动的时候，在经过航道的时候，务必要求是无害快速通过。囡仔双脚一条伤痕，也阁一直咧流血。初有家长带囡仔到台南马扫到滨海佚佗，想要到用来警示的浮球甲警戒线，煞造成囡仔受伤，而且阁不止一件。原因是附伫顶悬的藤壶，真个外壳挂上囡仔的脚。太靠近，或者是直接整个人去抓那个绳索的话，就会造成皮肤会有挫伤跟刮伤。当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二连三都有人因为同样的东西受伤了。救生员他可能敏感度没有那么高，我觉得是可以再加强。囡仔欢喜出佚佗，刷满脚的伤转去，互家长真唔甘。业者表示，浮球差不多2个月就会换，未来会加强告示，提醒民众唔通挖进藤壶会钓到的物件，则袂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小儿科的医师前一阵仔伫咧网络刊文，分享家己拍囝咧驾驶的代志，引发家庭暴力的争议。今仔日台湾儿科医学会就发出声明，讲拍囡仔无教育的效果，敢若会对囡仔造成身心的创伤。卫福部保护司嘛强调讲，若是确定这个医师的家暴事件是真实的，相当会甲罚60万块。一个网络名人儿科医师进前伫社群媒体发表文章，讲家己体罚囡仔原因甲过程引起社会议论，医界也拢谴责。对这代志，台湾儿科医学会初三发布声明讲，无认同任何对囡仔的暴力行为，而且体罚无法度达到教养的目的。长时间来看，家暴会影响囡仔的脑部发育，造成身心创伤。所以这种暴力那即使短暂会让小朋友害怕、恐惧的效果但是长远看来，其实反而造成他身心的创伤，有可能影响脑部的发育，甚至造成永久性的精神或行为的偏差。精神科医师讲，防家暴囡仔会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包括紧张不安、情绪无稳，也较无自信。大汉了后，也有可能有样看样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做加害者。有可能呢有创伤后压力障碍，
甚至呢会低自信，然后呢觉得自己看不起自己。如果呢脑部的镜像神经元呢学习到你家长一直体罚，长大以后他就是一个潜在的暴力分子。按照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的这个97条，原则上是可以罚这个6到60万，同时公布他的姓名跟名称。专家建议家长会当用肯定提醒鼓励的亲子沟通法改善亲子关系。卫福部提醒，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若是牵涉到家暴而且查证事实，会当依照儿童加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保障法来处罚，也是参加4至50点钟的亲子教育课程。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合作掠大麻走私，去年底掠到有史以来上大件，大约1200公斤的大麻，价值超过18亿。警方嘛继续咧追查，陆续伫咧今年3月和6月掠到制造毒品的嫌犯，也佮有卖毒品的人到案。警方全心武装分做5路，到无共所在敲锤。台湾甲美国联合查到大麻走私案，美国国土安全局甲边境保护署去年发现一间空壳公司，伫报关出口到台湾的货品来偷藏大麻，后续扣押证物了后放移来台湾，警方顺利拘提3个共犯。HSI 在美国西岸把毒品取出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个货柜放行。那在11月的时候呢，顺利抵达基隆港之后，我们再进行货柜监控，顺利的逮捕到有3名的一个嫌犯，他们都是接货人，进行一个溯源不会只抓到这个收货人就以此而自满。掠到共犯也未煞，警方追查幕后主嫌，发现有台美双中国籍姓孙嫌犯负责供应大麻、加工甲运输，所以今年3月伊到台湾过境时阵，就伫通机场甲伊拘提到案。尾仔，佫发现有帮派背景4个查甫人有真大嫌疑。6月分做真侪位去敲锤查缉，甲人逮捕归案。这个袋子大概就是1.5公斤到1.7公斤左右，层板里面就会夹着8袋这样的一个大麻，1200公斤的货。台湾现在每公克在1000到1500块以上，这批货都是高达台币高达10亿元以上。刑事局表示，这个案走私的大麻数量有1200公斤，是历史上上侪，而且是国内帮派甲伫美国的华人合作，用大麻伫台美中间的法令差别来走私。相关单位讲，会全力阻止毒品对民众的残害，也呼吁民众唔通冒险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伫咧顶礼拜5决定，甲拜登政府推动的4300亿美金的学贷减免计划冻落来。不过，拜登表示会阁提出新的方案。若前总统 Trump 是批评这减免学贷计划对进前已经拍拼立贷款立清的人来讲，真无公平。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搁一摆引起论战。9位大法官顶礼拜5以6比3的票数挡落拜登政府4300亿美金的学贷减免计划，互4300万名受益学子期待落空。You know what most people say? I'm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pay that. And imagine if, you know what's scary? Imagine you went and got your master's. Imagine you got your PhD, So then you owe $180,000. You had a PhD and you can't pay your loans back. We've watched car companies, we've watched big banks get bailed out. And as a young person growing up in this country,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at we did too. 拜登2020年竞选的时答应减免学贷，搁伫去年8月实际行动，也毋过包括内布拉斯加等6个保守州反对减免学贷，提起诉讼。大法官罗伯兹顶礼拜5指出，拜登政府袂当引用2003年的银行法案来当作学贷减免的依据。那联邦政府的重大政策需要经过国会批准，所以多数大法官裁定减免计划无效。You know, these Republican officials just couldn't bear the thought of providing relief for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mericans. 拜登本人强调会通过新法、高等教育法继续完成学贷减免计划，搁反驳疫情期间真侪企业也得到补助加贷款减免。当学贷减免无道理，前总统川普是借机会发挥，批评减免政策对已经还学生贷款的人无公平。Which would have been very unfair to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o paid their debt through hard work and diligence. Very unfair.
拜登政府去年宣布的下台减免计划，去年收入比12.5万块美金计，大约390万台票的下台政府钱，会当变度上济1万美金，大约31万台票的联邦学生政府。加收入者若符合特定种族标准时，会当减免达到2万美金，大约62万台票。目前有超过2500万人提出申请。也毋过随着大法官驳回下台减免政策，借款学生都要为10月起开始还贷款了。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通货膨胀严重，为着要争取更较好的薪水待遇，加拿大港口码头的工人经伫咧7月初1。加拿大国庆日迄天，拢总有7500个工人做伙大罢工。伫咧美国，嘛有几啊千个饭店的劳工，嘛经伫因7月初4的国庆日连假发起大罢工。国际码头甲成都工会为着港口自动化、外包业务影响工会成员的工作权，以及通货膨胀影响工人实际收入这个问题，甲英属哥伦比亚省海事雇主协会发生的劳资争议，演变成加拿大30年来上届大规模的港口大罢工。西部太平洋沿岸伫罢工范围内港口有全国业务量排名第1的温哥华港，以及排名第3的鲁伯特王子港。加高1/4的贸易商品输送，爱透过这个西部港口，逐工处理的货运额达到8亿加元。经过33点钟无停的会议了后，劳资双方初二暗时有小可休困，搁准备初3透早重新谈判。工会领袖伫谈判前甲媒体表示，疫情期间港口破纪录的利润是工人牺牲奉献所换来，搁经过联邦政府唔通干涉谈判。During the pandemic, longshore workers put themselves on the front lines to make sure the people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all their families and all Canadians had the necessary goods and supplies. When all Canadians were asked to stay home, to stay safe, our people had to go to work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in unsafe conditions, putting ourselves on the line. 那加拿大码头工人选伫国庆日即天展开大罢工。美国加州洛杉矶甲旧郡2个所在，几落千个饭店劳工伫工会 United Here Local 11带头7月初4国庆假期上无用的周末进行大罢工，要求资方提高薪资，搁增加福利。工会伫声明中指出，饭店的员工包括房务、洗碗工、总铺、服务员、行李员甲柜台人员等，无法度负担伫因工作的城市加大数需要开销。而且准讲目前饭店的利润当地升悬，不过一寡人伫 COVID-19 疫情期间其实是无工作机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法国一个17岁非洲的少年家互警察弹死，引起全国的示威抗议。不过愈来愈侪失控的行为，甚至阁有抗议的民众塞车弄入去市长的厝，害市长的某囝隆重受伤。这个非洲的少年家的阿嬷嘛要求社会大众得爱冷静，唔通阁借机会世界的破坏。那法国总统马克宏明仔载嘛要会见各地头首长。拖吊车当去为这台小气的轿车载走，事发地点是巴黎南方市镇来罗斯市市长尚布伦徛喺赌店内。J'ai entendu quelques pan là vers 2h du matin. Attaquer les élus, essayer de mettre en danger la République. 不劳分子趁市长规家伙仔困去了后，开车弄入去放火。市长家后的骹腿、骨头支气需要治疗复健3个月，其中一个囡仔也受伤。检察官表示，此案涉及谋杀，已经展开调查，当查缉行凶人。Jamais j'aurais imaginé qu'on menace ma famille de mort et qu'on ait une tentative d'assassinat dans cette si belle commune. Et se faire respecter, c'est vrai de. 过去5天，法国巴黎甲真济地区，拢因为17岁肺癌的奈儿伫路边乱砸，互警方断死了后，所引起的怒火不乱，煞陷入无稳定的状态。奈儿阿嬷初二表示，希望因为奈儿之死的全国暴动就此结束，因为奈儿家人这个时阵所需要的都是平静。Je veux aux policiers qui a tué mon petit-fils. C'est tout ce que je veux. Les policiers, ils sont là, heureusement qu'ils sont là. Et les gens qui sont en train de casser, je leur ai dit arrêtez, arrêtez. Ils ont fait ça le prétexte de Noël. 奈儿7月初1举行丧礼，内政部长达马兰表示，迄天伫巴黎郊区南泰尔准备4.5万名的警力。
最近暗时啊，骚乱已经无遐尔激烈，也毋过因为市长桑布伦的客家防攻击，法国总统马克宏初二暗主持一场危机处理会议，已经有定初4甲220位乡镇市长等会面。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乌克兰的情报单位指出，罗西亚军队可能会引爆因伫咧乌东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恐惊有30万人拢会撤离。不过，国际原能总署表示，目前核电厂内底并无发现炸弹，因嘛继续来监控。伫乌克兰东南部的城镇安赫德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连日来传出有核灾风险。这个所在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的初期，就去罗西亚军方占领到呾。最近，乌克兰军方的情报指出，罗西亚军方的人员当伫检照核电厂附近的部署，原因也无明确。Серйозна загроза, тому що Росія технічно готова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спровокувати локальний вибух на станції, який може призвести до викиду. 不过，国际原能总署6月30日表示，也无发现核电厂内底有带会爆炸的物件，未来嘛会持续监测甲调查。另外，因为核电厂变若爆炸，附近会有30万人爱撤离。乌克兰顶礼拜嘛伫扎波罗热的市区甲郊区做核灾演习，提升民众对灾害的应变能力。На жаль, є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с те, що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контролювати належним чином територію, яка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окупованою, і це є велика проблема і загроза. Про що ми проінформували МАГАТЕ. 另外，罗西亚过12天，搁一届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夜间的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把所有的攻击拢拍落来，包括真侪架攻击式的无人机、甲巡弋飞弹。乌克兰嘛公开空中侦察机空袭的影片，内容显示一架罗西亚军方的战车轰炸掉。根据外国媒体推测，这个所在是一个伫巴赫姆特西北边13公里的庄仔头。罗西亚国防部拜来讲，已经阻挡乌克兰军方伫黎曼镇甲顿内刺客的攻击，而且还阁对乌克兰军方的人员甲设备发动攻击。公司新闻杨间编译。转来看咱国内，咱的陆军今仔日开始伫咧屏东甲鹿洞的海堡进行天马操演，做拖式飞弹的实弹训练，而且佮头一摆演练用悍马车来载飞弹，提悬机动性，也佮会瞄准海上的目标来射击，正考验官兵的精准度。国军兄弟专线标准是发射开关，拖射飞弹精准击到海上的目标，强大火力发出惊骇音波声。陆军第4作战区立兵海军陆战队反装甲电部队初3下昼伫屏东执行流动性实弹射击天马操演，悍马车载拖射2A 飞弹部署伫红色海堡阵地。发射了后，官兵透过发射架的攻下标准区继续追踪，故以导线修正，才会当伫最后一刻击到海面动态目标，考验射手的功力，也安尼毋是100%击到。半自动导引可以借由射手的修正来针对这个目标来实施立即的一个这个弹道改变。我们可以快速的移动我的这个车辆，那占领阵地之后，来快速做接底的这个动作。我第一次射击很震撼，对，因为有打中。其实这摆的射手拢是头一摆参演，一直讲经验真可贵。那拖射2A 也属于古弹药，明年咱国向比高买的1240粒的新型拖射2B的教会，采用更加先进的无线导引，射程也增加到4500公尺，有计强化乌军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的总统选战。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又搁开始咧走行程，去台南甲国民党的人徛台，外界就咧要讲，敢是要独立参选。不过代表国民党的侯友宜就表示，郭台铭甲伊同款拢正重情重义。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是去接见日本的在野访问团，希望会当促成台日签贸易协议。那民众党的郭文哲是接受邀请，要用个人的名义去凯道游行，支持基础正义甲司法改革。欢迎郭董！服务处客观支持群众热烈欢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初3透早到台南，替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王家珍徛台。最近国民党内一直呼换后的风声，郭台铭也提出教育政策过来好选，引起外界联想，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独立参选？改变才能带给台湾希望，对不对？对。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我，
来改变台湾。郭总，你还要来为我站台？没有问题，都有答应哦。接下来的时间，国民党不让我站台啊！我相信郭董跟我都一样，我们都是拜关公，重情重义，也重承诺。侯友宜强调，2024对中华民国来讲真重要，最后一定团结伫中华民国的旗下下。副总统赖清德是接片由日本前外相、前元行使为首日本在野跨党派访问团。那台美最近洽签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已经签署完毕。台湾也非常期待有机会可以跟日本展开类似的贸易协议，增进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系。赖清德表示，希望台日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是关注司法改革、基础政治。馆长陈志汉、政理会黄国昌号召民众7月16日就开道游行，初3早起向纳入白沙岛上摇车批。我已经下令了，就是以个人名义去参加，表达说我们对居住正义跟司法改革的一个支持。郭文泰下令党内公职用个人名义参加，侯友宜表态到场参加。另外，民进党回应迄一天是民进党全大会，赖清德看情形评估是不是要参加，同时祝福活动并好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去年诈骗的案件有要3万件，受害损失的金额嘛要到70亿才多。而且嘛有诈骗集团会利用超商领包裹的服务，骗消费者去超商拿钱，领唔是因买物件。所以经政署就宣布要甲超商合作，民众若是去领到诈骗的包裹，超商这边嘛有设立平台，会当协助消费者来退钱退货。伫超商摕网络买的物件是真方便，不过超商领货服务算食做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因为会有诈骗集团发送假信息给民众，讲伊有物件伫超商，爱民众去摕，也若去领，就互骗去啊。即马警政署和超商合作，要做伙来防止民众防诈骗。这次警政署跟全家合作，拍摄很多的影音短片哦，会放在全家的各个点的一个荧幕上面来播放，让消费者都可以看到这反诈骗的一个宣导内容，让民众都知道各种诈骗的一个手法。政府统计，去年诈骗的案件特别过3万件，财损的金额是要70亿。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伫超商内底上常拄伫的诈骗手法是代买立钱、无名字的包裹、点数诈骗等3项。若准无说你领到诈骗的包裹，超商即马也有推出争议包裹退回申请平台，帮助消费者处理退回。小时候领到幽灵包裹，那这样操作起来不用像以前一样，我需要再去联系那种日裔厂商。那现在可以直接到平台去做退货的动作，就方便很多，时间上也省很多。另外，超商的员工看到消费者疑似防诈骗，买主动到卡反诈骗的专线。我会当接受啊，对，因为现在那个诈骗很多啊。警政署表示，叶赖是诈骗的高峰期，比平常关买2成。超商表示，去年已经协助退回超过5万件的诈骗包裹，会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到防止诈骗，呼吁民众莫防骗去。记者柯嘉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昨昏伫咧高雄有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有驶电动车的民众看到另外一台电动车占用充电的车位，伊要充电，煞着爱等这个车主回来，等规半点钟才等到车位，互这个车主是真不满。不过根据目前的规定，敢若是充电优先使用这个车位，毋是专用，所以无法度开发。那百货公司嘛强调，因会加强宣导。民众等要充电等真久，总算等到占用充电车位的人回来塞车。占用超充车位是要罚钱的啊！就罚嘛。代志发生伫咧初二，高雄一间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有一架无要充电的乌色电动车，煞停伫咧充电的车位。即使有充电需求的车主，敢若会当伫边等。有些人太没素质，没办法。个人的那个公德心，或者是一些问题而已。事实上，依照停车场法，加油的汽车若违规占用充电的车位，会当罚600至1200块。若电动车就无规定讲停伫咧充电的车位，就一定爱直接充电。
佮再加上专用车位的管理办法，目前也搁在研究，所以充电车位敢若会当讲是充电优先，毋是专用，真歹开发。那等到完备了这管理办法以后，就可以依照规定来做如果违规占用的处罚。那交通局还是呼吁所有的车主要尊重其他不同车种的使用的权益。充电的停车位上面的话，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标示，去减少民众误停的情况的发生。那我们在商场这边也会加强人员的宣导。因为目前的规范也未制定好势，百货公司表示会派人伫咧停车场巡视，协助引导民众去停伫咧正确的车位。若是发现停唔对的状况，卖劝导车主刹车，希望确保每一个民众停车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毕业季过啊，真侪所在学生搬开租的套房，就有真侪碰床家具要单掉。伫台南市一个月就回收3000多块碰床，不过这碰床拆袂离，蹲伫遐恐惊生网虫，也惊会倒回收。环保局就表示，因会用机械来提升处理碰床的速度。一台接一台回收车载人无碍碰床来掩埋场道，不到1点钟内就5台车出击。最近要单调的碰床量哪会遮济？环保局讲，因为市区林地甲阴空有真侪间大学，佮加上出租套房袂少，大部分拢是换厝卡、自住换新的所等的。所以即摆是回收废弃碰床的高峰期，有民众讲应该要对制作碰床的源头环保化做起。弹簧床设计的那一端或制造的那一端可以把它尽量环保化，就是把它的材质啊或它的制作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因为正林地掩埋场捌发生过大火，掩埋场较大，也佮囤5000外的碰床，地方真烦恼。环保局讲，若是一个人一工上紧，敢若会使拆10顶。最近加强天高级的喷药啊，造成拆碰床的人工有限。其实掩埋场内底有一台拆除机，会配合技术来提升拆除的量。不过环保局也是呼吁乡亲爱加循环利用。前堆置在掩埋场的量大概有4-5千遍。在此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如果当用则用不要立即来做弹簧床的汰换。那如果还可以再2次使用的话，我们也建议来捐给一些弱势的家庭使用。真侪碰床看起来也个新点点，环保局规划未来向民众加强宣导回收观念。若讲可当用，因建议会使捐予有需要的人。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这阵啊是流感和肠仔病毒流行的高峰期，佮再加上新冠疫情压起来，另外天气嘛真热，拢影响到民众出门观会意愿。所以目前全台湾无论是特种会型，也是总会量，拢无到7天的安全库存量。观会中心就鼓励民众爱出来观会，帮助有需要的患者。护理人员解说观会的过程，做基本的身体检查、抹酒精消毒。规个观会的过程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佮看迄因的脸书讲有欠费，佮过来安尼。管落去了，感觉讲无管啥怪怪啊安尼啊。都每头是250啦。到尾讲500种3个月一次嘛，到尾阵我才讲无这几期拢管500安尼啦。台中观会中心表示，以中部地区来讲，爱提供予台中、彰化、南投、云林4个县市，一天需要1800地的火才有到病院使用。即阵啊，因为感冒、疫情加上开始热热，民众会安排出国旅游，观会量减要3成。疫情还是在高原期啦。那确诊的民众也多，那确诊之后，要痊愈之后14天才可以捐血。那加上，暑假期间本来就是比较血液短缺的时候，那有的民众不希望在农历7月开刀，所以农历7月前开刀的民众比较多，所以医院用血量比较大。虽然台湾这10年来观会率平均有8%外，排世界第1，但是伫放假前后，也有风台天、落雨天，拢是上欠火时间。观会中心嘛提醒民众，因为会议的保存有时间限制，唔通听到欠火就一群仔拼去观会，上好养成定时观会的习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友善环境的建造对生态到底有啥物款的帮助呢？长期咧关心生态专家找5个农民来合作，设置红外线摄影机记录田园附近的生态。
结果有翕到12种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其中嘛有熊仔虎来自田里找食，咱做回来看卖。二级保育鸟类红脚仔稳稳啊行踮田里咧找食，因的形影落互红外线摄影机记录落来。按那另外一块田，翕到脏水麻豆豆啊行过，不三时搁外头影一个。上特别的是有一只熊仔虎走到田里咧找食，搁甲摄影机吸一个，才搁走开。伫上乡部分农民推广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减少使用除农药或者是有机种田，常常传出有野生动物来食。都有生态工作者特别甲5位农民合作记录影像，看卖啊田里到底是有偌济野生动物。这2冬来，拢总记录到12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想袂到，住伫海拔较悬的熊仔虎嘛会出现伫田里。到底是环境友善啥因来，也是讲因的生态地互破坏，高不集中才会落山？这个需要调查监测。在低海拔发现黄喉貂，有可能是因为气候或者是食物的异常导致的结果，但是因为目前累积的数据还不够多，所以还没有办法有效判断到底为什么黄喉貂会跑到田区。有这种特殊动物在我田区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农民表示，友善环境种田城内野生动物，目前也毋捌发生大规模破坏农作物的情形。动物对农作物嘛该优先。不过，政府推动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6冬外来，全台湾有1000多公顷的农产加入。不过，生态工作者认为，毋若是协助一寡农民推广农产品，佫需要进一步加入生态监测机制，提供环境友善的调查成果，互更较侪农民加入友善环境的种植方式。记者张明德台东报道。伫咧云林的水南有一个野豹生态馆，最近展出世界各国的生态专家，因为野豹的生态地减少，所以专门为着因打造出适合的野豹厝。各国的世界拢真无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用茶做的厝建伫咧2米悬的所在，原来这毋是要互人住的厝，只是做互野豹生态的好所在。云林水南黄金野豹馆收集全世界无共款的野豹厝来办展览，透过特别打造的人工厝，野豹就会当加一道通休困。因为蝙蝠呢，它会居住的环境呢非常的多变，不同种蝙蝠呢，它会选择居住的环境就不一样。最常见的就是木头打造的蝙蝠屋之外呢，我们也有砖瓦式的，那甚至有一些麻布，甚至一些天然的叶子。甚至有一些国外的呢，是专门特地为蝙蝠打造的比较高级专业的冬眠式的蝙蝠屋。野豹本地拢会住伫厝顶、棚空等所在，不过受到环境开发的影响，野豹通安心生态所在是愈来愈少。生态馆的馆长表示，起厝互野豹住，毋但会当帮助因通休树，野豹可以替人类食饭汤，就亲像野豹自孙的讲换叶梅共款1.2个。就是我们帮他盖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啊，邀请他来入住，然后他入住以后呢，晚上再出来帮我们吃掉一些老人的蚊子，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邀请蝙蝠来打工换宿的一个概念哈。我们2023年的一个监测里面，黄金蝙蝠生态馆的周遭的这个村子里面，黄金蝙蝠的数量大约有40只上下了。今年的5到7月是野豹生态季节，生态馆提醒民众，若伫徛喺附近看到野豹，尽量莫去甲交叉。互因会当伫即个土地好好啊生活。若黄金野豹馆的展览会一路展到9月底，若是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云林水南耍一撮，做伙了解野豹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音乐界2位重要的人物苏慧良甲柯尚辉进前深入部落，记录着2000多条原住民的歌谣。不过，原始的档案是已经放件。伫咧2013年，苏慧良伫德国的朋友甲56块录音盘送转来台湾，经过台视台团队整理，即马甲这歌谣拢总送转去部落，嘛甲档案收藏伫咧国家档案局。老一辈慢慢凋零，原住民的古调嘛渐渐失传。宜兰汉溪部落的牧师唱出56年前的录音带内底台语的古调。1967年，台湾音乐界2个重要的人物苏慧良甲柯尚辉发起民歌采集的运动，因行达全台湾的部落，拢总采集2000多条歌曲。这是头一届由台湾人自发性发起的大规模本土音乐保存工作。不过后来这个资料四散去，嘛收袂照全。一直到2013年，苏慧良以德国的朋友甲56块录音带送来台湾，
才互这个声音重新登来到部落。以及失传的一些泰雅族的古调，能够重新的回到自己的母体，是自己的部落，再重新来做诠释，其实对他们来讲多了一份认同。今年发起这个运动的2个音乐人，拢是大师大毕业的。至56块录音带马上登去大师大转录。大师大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师生，嘛甲这个歌曲重新炸登去部落。现场就有歌手百万族人的后代，回档案内底听到因阿嬷演过的声音。那时候听到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是觉得原来这个就是奶奶她在讲她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就会觉得更有一个使命感，是说要把这个歌再传唱下去。大师代表示，这个珍贵的国宝，包括声音甲局部的外观，拢有做修复。转录了后，目前收藏伫国家档案局，互原住民歌谣会当好好保存落来，嘛互复振的工课会当继续落去。希望互原住民的青年更加了解原住民的古调。记者林朴凯台北报道。伫咧中国湖南有一款流传百冬，是干那查某人会当使用的文字，记录着古早女性面对一寡痛苦甲艰难的心情，嘛干那女性会当来传承这种神秘的文字。不过，虽然后来已经毋是秘密啦，目前全中国干那剩6个女性会晓认这款文字，已经强被失传啊。写出来字又长优雅，笔触正幼，用毛笔写出来这种正精致佮流美的文字，是中国湖南省江阴地区流传百年的女诗。过去这个伫咧女性之间传承，有正神秘的色彩。Unlike Mandarin, Nushu is written in a rhombus shape. The characters are elongated. The lines are gracious like a woman. There are only 4 basic elements: dots, then vertical sloping, and arched lines. 专家认为，女诗和农村的妇女会当表达因家己的观点，展现甲顶头阶级无共款的女性样貌。记唔着翁，大家达官苦读，翁死了无囝儿，这款被写来女诗是伤心加痛苦的记录。Once she taught me how to write it, I could teach it to my friends. We were very careful not to talk about our writing in public. The boys didn't know. 即马伫女诗博物馆内面，除了用展览片来介绍女诗，也继续替当地女学生上女诗课。不过，虽然女诗无过再是秘密，但是全中国有限这个6位女性被认为会当做女诗的传承人。女诗的传承也是有危机。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日本人爱看棒球，佮爱拿啉酒，所以伫咧日本的棒球场，会有真侪查某囡仔派15公斤重的手桶啊，伫遐卖秘鲁，世界走总为着球迷来服务。这对查某囡仔的体力来讲是真大的考验，毋过嘛，真做日本一种真特殊的文化，咱做回来看卖。伫东京上出名的野球球场，东京巨蛋内面。球迷当伫看球看甲真热的时，边仔当会有一种后壁排一个大卡棒的少年查某囡仔，四界行来行去。因就是日本野球场一种真特别的文化，日语叫做乌力口，就是专门伫遐卖秘鲁的小姐。日本人是出名的爱啉秘鲁，一面看拍球，搁较是爱一面啉秘鲁。这乌力口后壁排一桶地秘鲁的桶仔，想要啉秘鲁的人，只要下一个手，因就会马上用粉秤转一杯冰冰凉凉的秘鲁，直接送到人客面头前。座りながらビール飲めるし、で売り子さんが売りにも来てくれるので、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です。这种特别的服务，就连外国球迷拢感觉真好。It's very convenient. It is. It's so easy. It's so fun. It's different in the U.S. in the sense that it's not on tap. It's not coming from a keg,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o cool that they do that here. 虽然对球迷来讲是真方便，但是其实这种物理工的工作做起来并无简单。用喷枪的时，技术要真好，才袂互秘鲁的泡抓出来。上重要的是，行路的速度要真紧。才会用喺伫愈短的时间内卖愈侪杯秘鲁予人客。お客様のところに早く行きたいので、周りに迷惑がかからないように早足で行動しています。这种排在身躯的秘鲁桶仔，一个有15公斤重，一届的轮班至少爱换10几桶的秘鲁。排遮尔重的桶仔，搁爱用真紧的速度行来行去，对少年查某囡仔来讲，其实是真正力的工课。その3時間とか3時間半打った時はすごく肩も痛かったし、体力的に辛い部分はすごく感じました。虽然物理课并无限定一定爱查某囡仔来做，但是自30-40年前开始，就拢是查某囡仔伫做这种工作，嘛变做日本野球场的一种特色。记者甘美恁编译。
法国德牛犬因为面短短、鼻仔毛毛，看着是真古锥。不过嘛，因为因这款鼻仔的结构喘气拢袂顺，嘛常常有健康的问题。而且真侪民众介意饲血统顺的狗仔，不过因血缘相近，所产生出来身体问题就会愈多。所以荷兰伫咧2019年就已经禁止人工拍诊，最近阁要提案来禁止民众饲这款动物伴。美伫主人脚边的法国斗牛犬艾比今年2岁无有食古水，因为严重的呼吸问题，行无偌济路就喘鼻涕。经过电脑断层相关检查了后，伊被塞入手术室，准备接受扩鼻的手术。Walk around to 40 minutes or half an hour, and after that she get tired. 斗牛犬扁片底面食古水，毋过这特点，互伊喘气真无顺利，最后出现健康问题。伫荷兰的乌特勒兹动物病院，常常收治这种的狗病人。So the issue with these brachycephalic dogs, it means short face, right? And the face is so short that all the tissues that have to fit inside don't fit anymore. And that means that breathing is more difficult to get the air in. But also the ears are abnormally developed and very narrow. The teeth don't fit together, so they get a lot of problems there. And often there's too much skin with hairs that can poke into the eyes as well. 技术将艾比的鼻仔扩张，增大呼吸道。手术结束了后，艾比恢复活力，喘气明显较顺利。虽然目前的医术应改善斗牛犬先天的生理结构状况，不过医术仍然对宠物近亲育种产生的健康问题提出警告。The more pure they are, it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of the same line has been used, and that can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So outcross, where you us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 of dog, a mixed breed is often much healthier, correct? 医师也建议饲亲像斗牛犬这种狗仔，除了自身兽医师，上好用亲目睭看因的爸母的模样。The puppies themselves are always shorter faced, so they always look cute and very nice.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predict how long the nose is going to be. Yeah, so it's best if you can see the parents. 荷兰农业甲自然部门已经提限，未来会禁止饲有危害健康的特定的宠物，也免公开展示这宠物的相片图像，已经互人饲的狗无伫这限制，希望应保障动物甲主人的权益。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也有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